场的咧去，吼，咱因为咱顶日啊吼，咱目前人吼，不定讲这个，咱何况呢？咱即马今仔日吼，就为即大家开始学习嘛吼，因为顶面是有吼，顶面咱回顾一下嘛吼，咱顶面呢迄个咱目前人顶甲咱吼分享吼，甲咱自闭的时阵吼。 讲神知识，经法师吼原了定义神知识是有上三规界啊吼。讲神知识规界有准规正、六准规正、重中准、重金起了、清格规正吼。不归声无外道，以自性三宝相助证明吼。即马下面吼，就是讲。 抗神知识归依自性三宝，这样吼，咱遮还袂到，咱遮已经有讲过啊吼，就是佛正觉也、法正正也、真正正也。啊，咱今仔日就是要对即个吼，自心归觉，消迷不生，消欲知足，明心明理在色，明量足尊。顶日咱目前人应该是有甲咱分享，啥物叫做量足尊？ 量足尊就是讲吼，福慧双修啦，吼。咱如果呢一个菩萨，咱今仔是咧学本嘛吼，学菩萨，一个菩萨一定爱安怎？一定爱呢福具足，慧具足。所以呢，咱就一甲讲，自心归觉，觉就是讲归你家己迄个觉，就是伊只有进前吼，咱如果互较念遮吼。 归觉吼，就是讲你归觉叫做量足尊，量足尊就是呢福慧双修。因为咱一个人吼，咱即马咧学本嘛，如果你的福无具足的话，你伫修道即条路要行，无好行，无顺。你智慧无够，你要启发兄弟姊妹嘛有所困难。 所以甲咱讲，着爱呢吼量足尊，但是呢，你归觉就是讲你以你的自性，你邪迷不生。啥物叫做邪迷不生呢？就是讲你的思维内底，你袂去吼迷惑啦，吼，因咱人呢吼，拢会有迄种迄落讲啥念头嘛，吼，啊你如果你若算讲吼，互较看即个讲师讲即个吼。 觉就是啥物呢？觉，咱先对遮讲吼。伊觉呢，觉就是讲，你若达到觉的境界呢，就是讲呢，已经达到三觉圆满。啊，咱啥物叫做三觉？觉就是讲自觉、觉他、觉定圆满，叫做本嘛。自觉。觉他。 好意觉，就是讲你会当咱讲自觉、觉他、觉定圆满，遮呢就是佛啦。佛就是三觉具足，所以呢，自觉、觉他、觉定圆满叫做佛。所以伊遮来讲吼，自心归觉，邪迷不生，就是你有已经达到自觉，你已经家己有法度吼，对你的心的物件呢，你家己有法度足清楚，吼。觉他呢，你因为你家己呢已经有法度通自觉啦，吼。所以阿罗汉的境界是到自觉的境界，啊，菩萨就是觉他，那佛就是达到觉行圆满，所以叫做三觉。啊，咱真诶吼，若修到自觉吼，阿罗汉的境界，安尼就算讲真好啊，吼。
干呢，你像拄仔来讲，两足尊，两足尊叫做福慧双修啦吼。咱付钱人来到蛮慈悲啦吼，就是讲呢，修福不修慧，伫福中嘛做罪呢。啊，你若修慧不修福，慧中嘛孤独呢。所以一定爱福慧双修呢。顶摆伊敢有分这段甲有甲咱分享，抱歉，迄个付钱人，若无甲咱分享，就是约会菩萨，咱五位菩萨甲咱讲，修福不修慧，吼，这个迄个，这是哦，福慧双修的，吼，甲咱做参考。什么叫做两足尊？所以你看修福甲修慧，对咱人来讲吼，对咱一个修道者来讲，看偌重要。因为菩萨咱慈悲讲，你若如果甲修福不修慧，你伫福中嘛做罪哦。你如果若修慧不修福，慧中嘛孤独。后壁佫来讲，修福不修慧，大象天龙；修慧不修福，人汉土公公。所以你看，迄就是咱现在，所以来讲两足尊，就是一定爱爱福慧双修，吼。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咧，有两个师兄弟，吼，拢总是咧修行，就亲像同款，像咱即两个修行，一个是干那修福，结果呢，伊来世安那，伊无修慧，结果伊福报足大，但是伊伫呢修福的当中呢，伊无修慧，无智慧啊，结果去造业。所以福中嘛做做业，但是呢，天理是公平，你有福，共款会当互你享；但是你有罪，你共款爱去受报应，受迄个业报，吼。所以讲吼，大象天咯，因为伊足大的福，伊顶世人受足大的福报，毋过呢，伊呢伫福中呢，伊糊涂去做了，无智慧去做业，所以来世呢大枪。
迄伫古早时代大枪吼，伊即个然后出世做大枪杆吼，国王呢做伊的宠物啦，所以呢就平啊叮叮当当，做国王的宠物呢就是吼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呢毕竟呢早已曲成倒去。那么一个收贿呢，就是讲有迄个师兄收贿，但是伊为我收福，无甲人讲结善缘，所以来世呢罗汉托空波，就是讲呢，伊无给你化缘呢，拢化缘无。哦，所以咱现在吼，吼较伫内底时阵，若咧讲着到即句吼，这咱咧叫做两足嘴，叫做爱福贵双收。就是讲你会晓布施，但是你嘛要有智慧，吼。所以呢，你通伫布施迄个造福的当中，你阁无智慧，煞去咧造业，所以呢，大相径庭。那么你伫收费的当中呢，收费，你无去甲人讲谢谢呢，你来世煞变成罗汉托空波吼。所以互咱呢伫内中若甲迄前贤咧分享的时阵，若讲到即句的时阵，吼，咱讲安怎讲吼？内底咱都知影，足侪年前吼，是毋是有两只迄个啥熊猫猫熊啊？熊猫吼，熊猫吼，就伫迄个讲迄个动物园迄敢若熊猫吼，叫做熊猫吼，迄敢叫做熊猫吼。迄两只熊猫吼，你甲伊伫内中吼，互人迄个国宝呢，伊伫内中送来到咱台湾吼，咱若亲像咱要坐飞机啦，若较有钱的人吼是坐。迄个讲吼商务舱啊，像咱一般来讲，咱拢坐啥经济舱尔。结果呢，迄两只吼，迄个咱若讲有讲国宝吼，诶熊猫吼，伊就送咱坐专机，去台飞机坐去。你看，伊本来到台湾的时阵吼，伊一年当吼，甲咱台湾讲趁足侪钱哦。讲安怎听讲啊？无我听讲，讲吼，迄忧郁症的人吼，去动物园看到伊吼，讲。忧郁症好，你看，迄就是安怎，伊有收获吼，所以来看到伊吼，我开心吼。但是毕竟嘛早已曲成倒呢，但是伊嘛甲咱台湾食足侪物件，因为伊迄吼袂当普通食普通的物件，伊食较好啦，所以呢，伊吼迄个讲通迄个一年当嘛食足侪钱，但是嘛甲咱台湾趁足侪钱啦。但无论伊安怎的福报啦，遐大的福报啦，但是伊毕竟走入来。跳成倒去啦，袂当亲像虽然讲咱无伊遐大福报，亲像讲收费不收福，罗汉托空波，就是较无遐大福报，但是毕竟呢，吼，咱还阁有这个人心啦。所以讲，即两个吼，即个大象吼，有一天啊，迄个是故事，就是安尼。有一天，即个罗汉吼，伊要去迄个讲啥？看的时阵，经过迄个城吼，就是皇帝的宫中的时阵呢，啊，大象。伫遐，啊你啊讲吼，大枪，我不如你，啊你不如我，来讲安尼啦。讲我不如你啊，因为你享受荣华富贵啊，你大象披优肉啊。但是呢，你是伫曲成倒哩，啊你不如我，我虽然讲足瘦，毋过我会当受用，因为我毕竟阁伫领导哩。所以呢，即只大枪听讲了吼，拢无爱食饭啊。无爱食饭呢，迄国王迄是国王的宠物啊，所以国王就讲奇怪，啊，即只大象咱今仔日无爱食饭啊，是安那？问咧甲思考迄个只大象的人啊吼，就讲吼，毋知怎咧，都无看病，啊，摕无爱食，讲到人甲讲，甲安怎讲话？讲有一个和尚甲讲啊，讲吼，我不如你，但是你嘛不如我。伊讲，伊讲啊，你俩叫迄个和尚来，和尚甲讲啊，讲一段。就是讲安尼，所以咱伫修福的修道的时阵呢，咱就只海人讲，咱若自性归家，就是讲你家己有一个自性，你一定爱以你的自性为本体，车迷不生，就是你做有智慧的，吼，你袂去左右去，小欲知足。你看伫世间的物件，你足知足啊，你袂讲吼好贪，灵以在色，因为咱人吼。咱讲贪就是呢吼，当一日贪吼，咱来看当一日贪，当一日贪下底有啥？财、名、食、
十，财五字吼，财色名食睡吼，财色名食睡。你看加一个贪，就即5项啊。财，你看财咯，财会害咱做减呢。伫咧迄个讲迄种叫啥大地论来吼，大道道论内底有一个安那呢？有一个兄弟仔吼，一对兄弟仔哦，身躯一个人拢总有10两银的黄金。啊，两个兄弟仔相出门行，身躯拢摕10两银咯，10两黄金哦。大兄行的时阵，就想着讲，哦啊，我若甲小弟吼，甲杀落死吼，小弟10两银是变我的，10两黄金嘛变我的。共款小弟嘛安尼想，我若甲大兄吼杀落死吼，大兄10两黄金嘛变我的。有啊，会起了迄个贪念的心在，所以讲咧，小欲知足，明财色。吼，因为安尼开始咧，你为迄个贪物啊，连甲你亲兄弟都要互死哦。结果呢，迄个大兄安尼想尔吼，迄叫做迄个讲吼邪的心嘛，生出来心呢，结果呢，佫开始有智慧，佫行上，袂使啦。伊想要亲小弟呢，我哪会当做这个代志？所以呢，袂使做这个代志。所以呢，伊行到溪仔边的时，家己身躯的10两10两黄金我放为溪去。因小弟看到伊放为，甲迄10两黄金放为溪去的时阵，讲一句啥？善哉善哉。因安怎讲？因阿兄若无将这10两黄金放为溪去，伊嘛是知他拄仔伊嘛是家阿兄想共款，嘛是要害死阿兄，是无？所以讲呢，贪即个贪物件，财色名食睡这5项，所以呢，咱6字来讲，小欲知足，明理财色，明量足尊。就是咱伫迄个修福的当中，甲伫收费的当中，咱才有法度吼福慧双修，较袂去做毋着代志啦吼。因为咱以咱的本性格就是佛嘛，就是以咱的自性佛所流露出来即个正路咧行吼。那第2个，自心归正，念念无邪见，以邪见过，无离我控果贪爱执着，明利欲尊吼。即摆呢，6字佫甲咱讲吼，就是讲呢，咱呢，如果这叫做教皇帝，归依觉，就是咧讲到咱的本性啦，就讲会当依三宝来讲吼，所以吼头仔伊才有讲归依自性三宝嘛，吼，头仔这来讲归依自性三宝。所以讲，觉不食觉呀，因为这题目无啦吼，所以爱讲伫咱的图仔内。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不食觉呀，吼。啊，不食正呀，正呀，正呀，自心归依觉，啥物不生小欲知足，明理财色，明量欲尊，自心归依正，吼，即摆讲到正啊，吼。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讲，照无灵无我，控果贪爱执着，明利欲尊。这就是咧讲第2宝，就是咧讲咱自心的第2宝哦，拢是咧讲伫外在哦，吼。发正正业，要安怎叫做正？咱的念头，咱是毋是有无邪见？为虾米咱会有邪见？就是咱起心动念嘛，拄我讲的。你看亲兄弟，敢若身躯有10两的黄金，都互相拢想起啥？邪见、邪思，要互死，通个顶个黄金。你看，这就是安尼。所以甲咱讲吼，念念无邪见，咱的念内底拢无迄个无好的念头，吼。以无邪见过，无迄个歹的念头。所以你若无歹念头，内底就是无离我控果贪爱执着啦。因为咱人吼，咱的起心动念吼，是因为安怎？咱就是呢，看着景嘛，看着景，咱会起心动念嘛。所以呢，人较甲咱讲，咱爱有具备吼正知正见啊。
见嘛，吼，较拄会甲伊讲吼，无啥见，啊正的顶就是正见嘛，吼。所以咱有正知正见，咱的心，吼，如果若有正知正见吼，咱吼，就会去做业啦。所以讲咱的吼心念吼，咱的心念吼，拄啊咱比如迄个大地渡论迄个故事。迄就是起了迄无好诶心，啊心念会安怎？就是来自呢吼，咱诶观念啦、思想法啦，吼，而且心念呢是主宰着咱诶情绪啦，甲咱诶行为啦。咱内心感受诶吼，就是因为观念想法。所以为虾米咱咧修行讲爱理念爱正确？理念若无正确吼，你会偏离呢，你诶思维偏呢。所以人甲咱讲，你的思维若偏，你的念头无偏，来就是你的观念，来你的行为，来你的命运，行为来做是你的命运。因为是安怎头拄讲的，你的行为无好，你去做出来，像拄啊迄个讲大地注入，好甲在因迄甲你过来拄好咱有智慧，拄好咱甲迄黄金弹掉，拄好无造业，所以呢，伊的命运。就咱两个亲兄弟，啊，如果呢，若互相起了战杀，无可能，无定两个兄弟拢死啊，毋紧也是留伫世间啦，吼。所以讲呢，修行上解爱的重要的课题，就是要有正知正见。咱着做大师甲咱讲，念念无声无声吼，每一个念头就爱甲家己讲啦吼，关照一下。所以咱呢，修行就是关照家己的自心呐，关照咱的自心是毋是有正确？所以来讲，自心归正，你念念无邪见，以邪见过，无人我恐果贪爱执着，吼。自心归正，一切定了吼。爱欲境界，自性界不了着，人众中尊吼，这就是呢。咱就甲咱讲，咱若修行最重要两字，就是爱清净。咱的心内咱清净，咱看到别人吼，咱就会起了分别心呐。外口的世界的欲望吼，咱就会起了贪着的心呐。外口世界一切，所以咱的心，你若法度看到吼，像金刚经讲吼，讲咧，咱的心就讲归依正，像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啦。咱若法度识透这个物件吼，人拢甲咱讲，世间拢甲咱讲诶，像一个搁讲一个讲，这哪一种幻影？这哪像一个影像，就是讲这一个影像，你正看安尼，等下互我甲试过，就无伊啊，就像安尼。但是咱人会去安怎？会去甲执着，所以讲一切颠倒、爱欲的境界，咱拢会去甲执着去。但是咱如果咱若无去甲执着，咱的自性袂去甲念着，那安尼就是伫这个人世间，就有够尊贵的啦，吼。所以人来讲，一切外口的相的是虚而不实，妄而不真啊。啊，毋过咱无够智慧，咱一定甲这个世间的一切，咱当作真实的。迄种爱搁有种功夫的，爱搁练的，无咱吼会去互世间的一切百年的。伊咧讲这无嘛？啊，事实这就有啊。你有一块杯啊，互我伊甲阮弟弟咧分享。伊讲，咱吼爱这块杯啊，你讲有啊，有看啊，这叫做事实啊，有啊。但是这是因缘生灭法，你甲讲话，那摕了无一个讲话，是毋是伊搁过去迄个尘埃去啊？所以这是呢，虚妄不实的。吼，妄而不真的物件，但是这讲到咱的心境啦，吼，所以欲望呢，就在现前的时阵呢，咱的心呐，如果会达到清净的时阵呢，咱就袂去念着啦，所以来讲名众中尊啦，吼。咱即摆咧去出入规，这个有写出行吼，有写到了吼。讲欲修出行，是自归凡夫不会，将日子啊修三归界。欲言归佛，佛在何处？欲不见佛，便何所归？言却相妄啊！吼，咱六字
大师甲咱慈悲讲啦吼，讲咧咱如果咧吼，咱讲咧自皈依啦吼，啊毋过凡夫咧，咱凡夫咧，咱讲皈依，安怎皈依伫外口，毋知影皈依为咱家己吼的自心啦，自心即个自性三宝啦吼，所以呢，拢吼用讲的尔，伊讲如果呢你不见佛定何所归，你无见到你家己本身迄个自性佛。讲的是迄个成讲，上无实啦，吼。那伊下面吼，伊讲先知识各自观察，目测用心，经文分明，自归佛，不言皈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因地出妄，各是皈依自心三宝，累了成实，活就他人是自皈依。咱六字呢，一段一段一直咧甲咱分析。吼，伊即摆甲伊讲，吼，啥物叫做自归？吼，伊就讲咧，吼，凡夫袂吼，拢讲吼，皈依三宝的，真正皈依三宝的真是伊，吼，咱拢执着伫吼佛法经迄个名相啊，就像讲像咱咧佛教讲佛法经，迄是外在名相，是咱爱皈依家己的佛法经，所以一头仔就是安尼讲，讲吼。皈依自性三宝，吼，头仔伊就已经甲咱讲啊，佛正觉呀，法正正呀，正也正啊，皈依你家己内底，吼，所以六祖呢，伊讲如果凡夫对你教言吼，你受三皈依戒，如果呢皈依佛，请问佛在哪里？佛是无形无相的呢，吼。毋是讲咱也皈依遐叫做皈依佛，毋是安尼。佛是无形相的，毋是讲咱看一尊佛伫遐，吼，佛像伫遐，迄叫做佛，毋是安尼。迄是要互咱呢吼有一种搁伫遐拜，因为无佛的形象伫遐，咱兄弟姊妹会讲啊，佛伫有迄个佛的法相伫遐，来讲伊佛伫遐，其实毋是，遐只是要互咱迄落讲吼景仰去用的，吼，迄毋是真正佛伫遐，佛是。充虚空遍法界，哦，所以呢，你讲像好学家迄个正刚的分享啊，因正刚遐吼足爱拜观世音菩萨，啊，所以呢，咱拢知影吼，南派吼，敢是普陀山吼，普陀，普陀山吼，对，所以普陀山有南普陀、北普，迄个浙江遐就是南普，迄个普陀南陀山啊，普陀山吼，啊，咱厦门吼，厦门我一个普陀山，伊就甲称呼叫做南嘛。啊，所以呢，浙江迄个吼，迄个讲普陀山啊吼，遐吼，迄个吼正港吼，若是身为正港人吼，无迄个人吼，一生无去过遐。大细就拢曾经吼，上无就去一届啦。到伊老啦，就讲对少年到老吼，上届无就去一届。啊，有个人吼，连去啦，拢一今年去连去就3届。啊，迄叫做讲伊要去拜佛嘛，吼，要去拜观音嘛，迄个外在观音嘛，吼。但是呢，你讲吼，你讲好去遐有佛吗？遐观音还是遐嘛？像安尼啊，其实观音是处处。人讲闻声救苦啦，吼，所以呢，你看，像迄个我著甲伊讲吼，即个浙江啊，迄个晋江叫做福建呢，浙江省另外一个省安尼。结果因这晋江吼，像迄个咱遐有一个大姐，伊讲30年前啊，伊迄阵在做生意吼，足困苦的时阵啊，伊著讲吼，伫晋江吼，毋是伫浙江吼，伊讲吼，伫正刚的时阵讲，啊，观世音菩萨慈悲啦！如果阮即个生意若做会好吼，迄阵啊30几年前1万箍是足济钱的呢，人民币呢。伊讲吼，如果阮即个做生意若会顺顺，趁着1万箍吼，阮就要来观世音菩萨遐普陀山吼拜。我伫正刚到普陀山坐飞机可能我爱1点钟的，坐动车不6点钟呢。若以数字来讲吼，是1000里远啊。但是安尼，观世音菩萨敢有讲明着？有啊。30几年前，因讲会讲去吼，因好规个山嘛无像即只头咧种吼，讲一日吼因统计讲差不多10万人。因顶届佫去吼，
倒来坐飞机吼，人伤济，即摆讲爱，我是无去啊。听讲爱咧过一个啥，爱坐船啦。人刚咧排吼，排咧坐船，要过来吼，通咧坐飞机，安尼叫排袂着啊，所以飞机飞去啊。我遐坐啥，坐来坐倒车倒来。迄人真有够济，迄表示讲观世菩萨吼，伊德性吼有够大个啦，吼。啊，但是你像伊讲的讲，安尼尊佛敢是遐教佛伫做这遮无佛嘛？有啊。所以咱才来讲，咱其实的凡夫就是袂晓了解到即个真实义，拢执着着讲去到浙江遐还是观世菩萨，还是伫遐啦？毋是啦。你伫你心中，你的慈悲，你若讲慈悲，你若有够安尼吼，像观世菩萨迄种菩萨的心，你嘛是观世菩萨，吼。你伫正间咧甲迄个讲吼，希望慈悲，你看嘛感受得着。所以佛是在处处拢有诶啦，吼。所以毋是讲迄个佛像伫遐还叫做佛啦，吼。所以六字甲咱讲呢，讲安怎呢？咱呢，就是爱呢平，伊讲吼，你若无见佛啦，平和所归。你爱说那个归，你无讲要归吼，自归依，其实归依你家己的自性佛啦，吼，无言声妄嘛，吼。爱讲，遮经文吼，伊讲经文分别甲你讲自归依佛啦。即个经文呢，吼，就是咧，即部经就是啥物呢？法华经。互咱人看到迄个讲书吼，即个讲书咧讲的时阵吼，我拢会想讲吼，咱六字吼，伊讲的，你看伊讲即个经文分明讲自归佛，结果即部经伊都无读册呢，结果即部经出伫倒，出位伫华严经，吼，华严经毋捌看过，讲实在毋捌看过。你看咱六字，所以已经呢会当讲吼，进入了吼，伊虽然无读。无捌字，但是伊迄个理拢通，吼，所以呢，你讲啊，本明经文讲吼，自归佛，即部经就是出自呢《华严经》的本文。自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呐。咱就是会当归自性的佛，就是发了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吼，你看《华严经》，所以。伊迄经是相通的哦，伊毋捌你看伊讲到即套就是《法华经》，迄佛陀讲的哦。吼，发了啥物？吼，发了阿耨多罗的三藐三菩提心啦。所以来讲，不言皈依他佛啊。你加咧甲伊扫上啊！你毋是咧归外口的佛，是皈依你家己本身即尊佛，甚至你搁发了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啊。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呐，就是发了成佛的心呐，吼，所以讲自归佛啊，就是发了迄个心呐，吼。若讲自佛不归，无所依处啦，经济自我，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吼，你看，六字你若甲看吼，伊一段一段拢甲咱解释甲足清楚。伊讲你自佛无归，你家己即阵自性佛你无归，就是讲你无依你自性体去做代志，你归伫外口，所以讲无所依处。迄是外口，迄是外口，迄毋是你家己即阵佛啦。所以讲应记自我，你已经知影，就亲像咱今仔来求道了，咱知影我家己本身内底有一个自性佛，我知影。我要用我家己即阵自性佛来当家做主，毋是用我的色心做主啊！咱普通吼，咱拢是用咱的色心咧用事呢，毋是用咱的真主人呢。若用咱的真主人吼，就是妙智慧，处理代志是圆满的哦，是圆融的哦。但是若用咱的意识心吼，咧处理代志无共。意识心内底有掺着家己的啥的看法，的五执伫内底，吼。那六祖来师来讲吼，应记自我，各须归依自心三宝，累了心性外现他人，自归依呀。就是讲呢，咱家己已经自归依咱自心的三宝，了后，搁爱安怎？爱呢吼，累了心性。
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你讲你归依你家己的自心三宝，咱拄仔佫回复者，三宝叫做法精嘛，就是你家己的自性法，你归依你的正法，归依你这清净这个身躯，吼。那呢，你安尼话呢，吼，内调心性，外敬他人。那心性要安怎调？伊才会甲你讲。心情爱调，内调心情啊，表示咱的心情内底就是有无好的，有较会调。如果若好，较会调，你看伊就甲你点出迄个重点出来。如果咱若心情若拢好，较会调，就像迄弹琴的人像咧弹琴啊，音乐弹了无好势爱叫迄弹琴师来调呢，调迄个音互水呢。共款啊，咱的心情内底就是有无好啊。所以调啊，所以讲内调心性啊，所以咱头咧讲一句话，讲修道，修啥？心。修心嘛，所以咱来讲修道修心嘛，所以呢，因为安怎呢？因为咱人心啊，咱要修道，就是要甲人心修啊啥？修啊变道心嘛。但人心修啊变道心嘛，就是像伊讲内调心性嘛，那么呢，人心修啊变道心呐，咱就甲咱的本性契合啊，安尼叫做调啦，调好，调好过来。本来人心嘛，人心就有分别执着嘛，贪爱嘛，若道心就无，道心就是如如就是讲，该我的我就得，毋是我的我袂通处。就是安尼迄道心，人心无共，人心看着人年命，还是啥，也是看人安怎，有当时会起个无好的心后壁迄所以讲伊甲咱比喻啦，六字甲咱比喻，讲亲像迄水，咱个心性啦用水来比喻，讲水甲波浪，波浪是因为水像咱个有风，起波浪，但是波浪是毋是伊个本质是毋是水？但是迄个波浪若咧起的时阵，咱敢有看到水？无啊，就安规个互咱开。咱若看迄个讲海咧啥，咧风台的时阵，海涌安尼用的时阵，你根本就拢看到波浪啊，你无看到水。所以伊的本质，你要看到水的时阵，一定爱呢，迄个波浪平息了，才有法度看到水。伊会法比喻，就是讲咱的本性，咱本来有，但是因为咱起了人心，咱就爱甲迄个人心修变道心，安尼就你甲你道，甲你的性就契合啊，就合伊啊来用安尼甲，对吧？所以讲心性的调和，就是讲降伏啦，若伫咱中国经叫讲降伏其心啦，咱起迄个人心起来爱甲伊降伏落来，所以伊用迄个咱用做甲用调啦，内调心性，外敬他人啦。咱会敬他人是安怎？因为呢，咱着尊敬人嘛，咱才会敬人，才会讲才会敬他人。但是咱若如果咱内在下咧啥五积太重啦也是咱五慢的话咱敢会敬他人？咱袂咱会认为咱正高高在上，高高在上的人敢会外敬他人？袂，因为所以咱老师还甲咱讲，咱一定爱放下一切执着，恢复了本然纯净的心。咱若恢复到本然纯净的心，咱看到一切人，拢总是啥平等的，拢总是佛。所以像常不轻菩萨伊伫咧通宵的时阵，伊拢讲你是佛，但是遐通宵讲你敢叫我佛，我毋是，但是伊就是常不轻菩萨，伊就是袂不轻人常，而且常不轻，就是讲袂轻视人菩萨，就是伊拢看到的伊所看到的，就是讲所有一切人，就是讲佛。所以咱就是甲你讲，内调心性，外敬他人。因为咱看外在，你咧敬他人，就是讲你就是会知心下去，你才有法通敬他人。你若认为我足够，控高的人呢自大，你会看即个自大
猪吼，一个蛋，有错，所以有咱有个人讲，你足错诶，意思你家己吼入去食好安尼。所以呢吼，所以咱的六字系讲，你就会讲心性呢，就是咧调你家己的内在无好的物件，我跟他人就是行为。所以你若伫你的内在，你国低心下跌啦，伊绝对会伫外在呢，绝对顶他人，无可能控告。所以控告的人就是伊认为伊真高吼5万吼，所以呢，伊就不屑一顾啦吼，所以咱就袂去攻击一切人啦，表示讲咱的内在心有问题。咱如果内在心嘛无问题吼，低心下去的话吼，咱绝对呢会吼有行于的。所以伫第三品吼，语文篇的时阵就讲，迄个讲啥？见识是讲外形伊咧是对，就是讲你家己内在，你若有去看着你的自性或你会行的分出来的时阵呢，迄叫做德性吼。那事实上呢，吼，即摆来讲到遮吼，一体三，一体是三宝啦，所以遮吼，迄个讲啥，觉静嘛吼，遮拄仔咱念过啊嘛吼，所以咱讲吼，各须唯一自性三宝，就是觉、静、静嘛，即三项。看起来吼，迄个讲吼，迄个修持啦，吼。那因为呢，众生的因缘无共款，程度嘛无共款，不同的因缘，透过不同的法宝，就会当呢达到自性的光明。就是讲咱咧听法嘛共款，像一音听是千百音，就是个人的程度无共款，因缘嘛无共款，所以理路就是嘛是无共款，所以第二宝法嘛，所以是安怎？咱迄个佛陀来讲吼，观机斗教，但是观机斗教是因为伊个人的因缘嘛，有个人的程度就是安尼，有个人的程度较悬，所以呢，要施法的时阵就爱观机斗教，就是讲看伊因缘，伊该讲啥物道理，伊较有法度去启发着伊来发心嘛，重点就是讲咱会当发心，发啥物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嘛，无上正定正觉的心嘛。咱无非呢，学道理，像咱来看六祖坛经，无非是咧安怎，要互咱家己呢，真正找到一条光明的路，甚至互咱的思维真正改变净化，互顶礼拜咧倒来时阵，都讲着福慧双修，甚至都讲的时阵，就怎啊讲吼？咱今仔日所讲的道理，如果若无家己关系家己啦，那咱免读。像六祖坛经，若读较个无家己无受益啦，安尼嘛免读。是安怎？因为读较个敢若像对我来讲无路用，其实若圣人，咱若读较个听的物件，互咱放伫咱的即个八识当中时，就是当着咱拄着境的时阵，摕出来用。安尼遮物件才有意义，来学嘛才有迄个价值。像互我个人讲，你来听诶，你听遮物件，像头拄仔讲的福慧双修，互我顶讲福慧双修。我讲你福慧双修，你听你感觉人如果像咧听故事，安尼对你就无益处。你着爱听敢讲，这我拄好吼，我需要，我要爱福报足大，人家要有福报，福就来讲，你要有福报，你必须爱布施；你要有智慧，你必须爱读习经典。咱佛陀拢通讲啊足清楚，像咱要安怎皈依自性三宝，就是爱内调心性，外敬他人。就是你家己的心性，你家己无好的物件，你家己爱去除，迄毋是别人去除的哦。如果若是互较要求恁吼。你会足艰苦，你若要求互我嘛足艰苦。你家己调你家己，安尼你就开我。变迄我的弊病是伫倒，我家己去调，甚至外敬他人，迄就是咧流露你的德性。所以道就是咱本然的迄个体啦，本体嘛。德就是咱本然的行为嘛。有道你讲足好，但是你的行为若如果
人敢会肯定倒好，各位真诶。嗯讲倒足好，但是咱诶行为足歹，安尼倒好也歹，安尼讲咱倒无好，啊其实倒是好，是咱人去家用歹。所以了就系讲内调心性，外去外境他人，就是阮替你了着，你家己去调你家己。内在你家己个人拢有无好诶，包括互咱嘛无好诶所在，家己去调，看要安怎调。看你家己过无好，圣灵甲咱教，叫咱着爱礼义严体，忠孝节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严体，迄是咱诶法宝哦。毋过咱来到世间流浪生死遮久，变成啥？八魔贪嗔痴爱酒色财气，甲遮念掉啊！啊，念掉要安怎？内调心性，豆豆啊调，豆豆啊调，豆豆啊去除。恢复咱本来孝悌忠信、礼义严体，安尼就伫咱的身躯上道显着啥？道会尊贵出来。啊，无道是无形象的呢，是无？各位真的，咱敢有看到道？但是人真正修工，真正改变命运的，人真正修工，真正愈来愈好呢。咱像咱遐一个小镇，伊的环境无好，但是呢。较安尼甲讲的，人伊真正为内在去改变了尔，环境无改变，人个心境改变，人伊就足困苦的。所以互我真正体会讲，道着真正是要来救苦的，因为世间就是苦嘛。啊，你找着即条的光明的路，你真正内调心性，甲你无好的转变，叫做转化，安尼真正就变快乐。若无的话吼，你想讲这问题甲我有关系？幼稚讲的，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其实足有关系。互较人讲，这足有关系，就是因为足有关系，咱来学。咱要改变命运，内调心性。你的心性内底无好的物件，你若要去除，保证你的命运。你若去做无好，绝对造业。迄个法则是固定的，定律是固定的哦。你种好因，就得好果哦；你种歹因，就对得歹果哦。这是固定的哦，这个法则是袂变的哦。所以你对你无好的去调，内调心性，甲无好的去除，你的命运就愈来愈好。圣灵甲你教，啊，所以呢，这嘛是互较亲近的体悟甲咱分享。因为呢，较喜爱是甲伊讲，因真正因真正内调心性。真正命运，互咱看到好，真正改变甲有够济，甚至人讲志成可以甘甜，互我就分享一个互咱听。因迄个秀珍伊因咧大陆人甲咱台湾人较无共。迄人结婚了若无迄落尔，就囡仔带了对后头啊，啊所以呢，伊是南方遮嘛，啊迄个带是广东的媳妇就对啦，啊就带对广东啊，就甲囡仔带对广东啊。甚至也无爱联络去找啊，因囝去找也找无。啊，大约是看某讲呢，是足看呢。去到广东甲找，人后尾甲伊讲着我找无呢。结果呢，一去着一年，伊安尼上迄个孙啊，互较着甲安慰讲，你着恁孙去遐，你拢毋通讲恁媳妇的歹话，你一定爱讲伊的好话，你毋通讲上讲遐远呢。迄个磁场是感受会到的，你会讲好佳哉，伊甲我孙带去遐，甲我请养，甲我照顾，啊无伊若甲我做伊去，啊囡仔甲我囥大遮，啊我爱搁骗孙，我搁免趁钱。所以你要用感恩的心，安尼个磁场会改。伊讲互安尼佫真正有伊安尼，佫有淡薄仔改变伊心，迄落结果伫迄个10月顶届互咱去的时阵就甲有一工就甲我讲今仔迄个宝宝的生日啊，我足想要叫伊视频啊，就是讲咱微信啊看要视频啊啥会当甲伊见面一下安尼啦，啊互较着安慰伊啦。但是咱咧记性真正神助伊呢，互较着甲安慰讲无要紧啦，无要紧啦，无若真正你媳妇人甲你微信出来，意思讲毋去出来看因为咱嘛毋知暗无讲话，咱嘛毋知一定的迄个，但是互我着甲安慰伊讲无要紧啦，无要紧啦，若像讲伊真正无较出来咧看无请神主庇啦，下暗时咧困叫伊带你去看，互我安尼甲安慰伊讲安尼真正当迄个困的记性迄暝来上课咱上好啊9点半，9点半
真正人至诚吼，神慈悲啦。因媳妇真正用因咧伫遐咧，甲因伫遐个孙宝宝做生日个画面，一来翕出来。伫正港咧，爱是简单，还是千里远咧，安尼感受袂着。所以吼，咱讲，咱的新年拄啊讲诶，咱的念头到底就会使有声嘅。你若想讲，哦，伊遐远伊毋知，拢知。你看伊就翕出来，就翕出来看。10点伊先传到互较讲，哎呀，老师你看，好，神你真正足慈悲的啦，好，真正翕出来我看。我嘛感受讲，迄个志气，吼，迄个是安怎呢？伊开始累了心性。伊教无好，以前吼，伊咧以前对因媳妇无迄个吼，咱讲，迄拢袂使讲，你拢爱讲好话，你袂使讲歹话，吼。所以自归依，吼。啊，所以咱透过学习的时阵呢，甚至即摆因媳妇嘛有意思可能要来，哦，你看来遐大个改变，咱的改变，磁场的改变咯，吼。所以讲咱透过学呢，咱每一个人，咱透过学，咱无论咱的啥物会透过学，拢会豆豆改变啦，吼。那即摆自归依吼，神地性。还有神地性，地归依神地，即马只古文吼，写神地性，地归依自三宝品，各个自心天五依说，一体三心自性佛啦吼。明入定见三心，了无自我自性，随我道。有自色心归依清净法身佛，有自色心归依圆满的报身佛，有自色心归依千百亿的化身佛，吼。就做甲咱讲啦，讲既然咱已经呢会当归依咱家己的自性三宝啦，吼，安尼必定完毕，大家应该吼一心一意啦，听伊这个讲啥物，叫做一体三心自性佛啦，吼，咱伊讲各个自心，就是讲大家既然了解啦，那安尼伊咧甲咱讲一体三心自性佛啦，吼，互大家更加会当了然，更加会当清楚。更加会当分明，自性呢吼，自性人讲觉悟咱的本体的佛性，吼，所以就讲呢，随我道啦，讲有自色心归依清净的法身佛，有自色心归依圆满的报身佛，有自色心归依千百亿的化身佛。所谓三心，就是呢吼，清净的法身，圆满的报身。千百亿的化身啦，吼，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叫做三身啦。清净法身呢，吼，咱分析一下吼。三心法存呢，就是咱这本体啊，所以有这清净法身者，清净法身吼，
心啦。若无即个自信吼，所以讲，即个叫做佛嘛，哦，即个叫做静，哦，佛法有法心嘛，因为这成佛嘛，即个看唔到啦，吼。所以讲吼，所以讲清净的发心，就是咱的本性，立即本性。啊，迄个圆满的报心，就是咱的妙智慧，吼，咱的智慧。啊，那千百个发心，就是咱这身躯的妙行。啊，这身躯做出来，所以咱这身躯是安怎甲讲？千百个化身，是安怎讲千百个化身？各位真诶，咱拢大家拢是千百个化身哦。今仔日你伫咱厝的时阵，伫恁兜的时阵，你是做人啥？做人妈妈，做人的太太，做人的祖囝，做人的媳妇，可能去公司有当时你是人的董事长，你有当时是人员工，安尼有无？有坐位无？来到道场，当时是人的亲戚，咱是人的顾客，安尼有无？千百个化身无？就是咱即个妙气。如果若千百个化身若无即个本性，敢有作用？无作用。所以三心讲起其实是一心，若无即个自本体本性吼。咱这无会到融合去啊，所以讲吼，咱这身躯你看，伊甲讲千百个化身，啊你要安怎去做？吼，所以讲一体三心自性佛，就是你归于伫你的自性，伊安伊就是要讲互较清楚，吼，伊啊，所以讲吼，你要去讲较清楚，他讲无自性心归于清净的法身佛，无自性心归于圆满的报身佛。无自性心归于千百亿个化身佛，吼，讲你这迄个拢归于伫你即个内底迄个自性嘛，吼。所以，神地性，吼。即摆开始要去甲你讲啊，你看你若安尼，你就是单落来合影一段一段，你就甲讲啊。神地色，即个色心是在色在啦，就是讲一间厝啦，不可言归啦。咱这色心因是安怎？你袂使讲这归伊即个啦，因为这色心有一天就歹去啊，咱是一间厝啊，吼。相者三心佛，相者咧就是讲吼，对以前到现在啦，吼，即个相者就是讲对以前到现在呢，吼，三心佛是在你自性中啊。对以前到今仔，吼，就是三心佛，就是从遮，其实伊讲的就是你家己自性中的啦，吼。世人总有啦，就是讲咱每一个拢有啊，咱每一个拢有遮，你敢有自性有啊？你有智慧啊，只是无家己流露出来尔。你敢有千百个化身有啊？妙明啊，你拢有啊，这三心咱有啊，所以甲你讲遮，甲你讲，世人总有啊，吼，其实吼，咱六字甲你讲到足清楚，你若去甲看伊一段一段甲你讲足清楚，世人总有，咱每一个拢有，大家嘛有，为自心白啦，是咱家己去卖卖去啦，咱家己无了解啦，不见内性啊，咱家己无了解啦，所以咱无知影。去回光返照，吼，所以讲活伫三心的如来，咱煞伫咧找外口的三心佛啦，找外口的，煞毋知影通去回光返照咱家己自心有啦，吼，所以讲活伫三心如来，不见自心中有三心佛，煞袂无回光返照咱家己，安尼即嘛知影，吼，咱即嘛已经知影嘛，吼。你看伊即种相者吼，相者就是咧讲吼，自以前甲今嘛，吼，就是安尼。所以咱拢一直咧向外口咧找啦，吼，啊，其实三心不离自性，迄个如来自性啊，所以叫做三心如来嘛。可是呢，咱拢向外口找，啊，找结果呢，敢有找着？无啊，原来三心伫底，家己自心里。是伫咱的自心里，那何名清净的发身佛？简单讲就是讲，众生呢，就是讲咱本来有清净的佛性，世人呢吼，成本
本清净，万法中自性生。使用一切恶事，即生恶行；使用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啊！哦，已经去甲因讲啊。咱的自性中呢，本来是清净的哦，万法嘛对自性相生哦，所以咱六祖呢，当时呢开悟的时阵，伊讲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自无著，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平生万法。哦，所以来讲，万法由啥？由自性生啦，由你家己的自性中生出来。哦，所以咱本来咱的清净啊，所以讲和平，伊即马甲咱讲，你来解释讲，啥物叫做清净的法身佛？就是讲咱本来清净哦，万法拢归自性生哦，开始你还袂动念的时阵呢，的时阵呢，你的心是清净的，但是你看到境的时候，你开始思量啊，思量一切恶事，就是讲你的想法。你的想法会无好的时阵呢，你所行出来就是无好的。迄个人如果伊的想法想歹代志的时阵，伊若还袂做出来，咱敢知影？伊咧想尔啦，咱毋知影啦。但是呢，伊的行为做出来，咱就知影。所以讲迄个念头足重要。念头真正足重要的，念头但是人讲。迄个念头，向想着安怎个念头，行起来，然后就做，做了，一时就成千古恨啦所以讲，你若思量一切善事呢，即生善行。所以海来讲，念拢袂使有啥无好的念头。你若有无好的念头是迄落，我有熟悉一个朋友，可能恁无定迄个因阿福陪讲定，无迄阿福，我来讲阿福毋知。迄个较认真哩咧，伊就是安怎咧思量，伊认真哩讲有一个歹囡仔，伊若逐摆来做项袂倒，讲去断着迄个歹囡仔，拢两个拢会起冲突，所以伊的心肝咧想讲，好，你若有一天我若去放假倒来你若佫无我当着你若佫交我起夹的时阵我就要你死所以摩托车伫迄几十年前车袂遐济，拢骑摩托车的。伊摩托车底仔内底拢放一支刀，伊就准备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因为你的念头内底拢无好的念头，你就讲，若我当着我就要你死啊！糟糕，迄个念头放进内底，安尼因人的心性呗。迄因人的心性呢？因安怎讲？你无好的念头呢？结果有一天，伊真正放假规身尔，放假倒去砖头，拄好去撞着伊，两个伊搁起冲突。伊嘛较20、30岁呢，少年家呢，结果呢，就相拍，真正甲拄死。因为伊进前就讲，你若讲我当着叫做啥？六祖伊安尼讲，伊就是知影咱人的心就是安尼，所以伊直甲咱讲，咱爱思量一切善事。你若思量伫你念头内底思量一切善事，你着去生善行。结果你看，迄个人，伊死伊咧，伊的人生就是乌有，掠去关，关到尾看病完算讲食假释出来，结果无偌久嘛是归空。你看，人生大安尼，来到人间大安尼，你看都无猜，迄就是安怎？万法自性生。但是伊去生着啥？生着无好的恶病，所以咱阁有前提，咱家己的像头拄仔讲的，内中心性，你家己爱去调，无好的恶念起来，你一定爱赶紧家放下，赶紧去家克服，毋通去互伊做起来，做起来咱你着家己去做箧啊。所以伊阁甲咱讲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上清日月相明，为孤魂盖覆。上明下暗，忽有风吹云散，上下去明，万象皆现。是灵性上非有，如必天魂就是讲呢。先讲即段，再来讲即段。刚才头拄仔互我无讲着，咧刚才讲。伊讲呢如果呢咱呢迄种风吹云散呢。
就无飞遐悬。你若坐户外飞机哦，飞遐悬。你若咧落雨，其实是下日咧落雨，顶面的无咧落雨。一摆雨较要去菲律宾的时阵呢，讲咧做风台风，下面咧乌云大雾，结果云日飞去到顶面了，哇，日头光遐。所以就是遮讲哦，上明下暗，顶面是光遐尔，是下面咧乌暗。伊甲咱比如，亲像咧，咱的自性咧吼，在自我中就是讲你的生迄个办法，就像天遐清，日月遐明。咱的自性是遐公平哦，但是就亲像叫覆盖，就是讲你去互你遮无好的念头甲你覆盖掉的。所以你要有雨风吹云散，雨吹风吹云散，就是讲拄好会当去拄着啥，拄着善知识，甲咱开启一关的真理，互咱的心开去。毋是咱的心，毋是讲云来风吹来，毋是，是拄好咱去当着善知识讲一。我呢吼，法，甲咱人迄个心拨开，无好遐若拨开，抓落那啥，上下俱平，万象皆现，吼。所以咱的性呢吼，就是浮游像天，迄个讲迄个啥天云呐，吼。所以讲呢，咱就乌云呢，甲咱常在啦。啊，咱内心的世界呢，像乌云一堆，啥物叫乌云？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这人吼有六种根本的烦恼哦，咱人有这六种根本的烦恼哦，根本烦恼。如果咱将来真正甲伊净化掉吼，咱上个到后来问题，叫做呢六种，咱人有六种吼根本的烦恼啦，根本的。正见个人好恶的，这六种根本的烦恼，如果咱若会当去除吼，上回你到就跳出三界，因为这三项就排头前，这三项叫做贪嗔痴，就是地狱的三条根。你看，贪，若拄仔讲甲贪着零五种啊吼，七分吼，咱的嗔分若举起来吼。真正足恐怖呢，吼无明火掠起来呢，但是啊吼，家破人亡呢，痴安怎讲咧？慢呢足傲慢，你傲慢的人，你安怎甲讲吼，足痛苦自在呢，吼。嘛迄个像咱的讲师咧讲，慢又慢好，佫较严重，好就是家己足含慢的，佫有一种的自卑的慢啊，啥物哦。疑哦，咱人讲疑心怪，怪就生病哦，咧疑心嘛，系咱好诶代志，毋过吼伊疑啊，结果好代志嘛变歹代志，佫正见，所以就是邪见无正见，所以这叫做咱人根本无诶种个烦恼，叫做烦恼障。障呢，就是障碍，障碍咱咧修行的障，烦恼障，中。即内种的烦恼障吼，其中吼其实就是啥物？就是有我的障，五执啊。所以金刚经海，五常人上众生上寿者上五排头一项。你看伊碗排头壳，我即个碗吼若摕掉吼，其实后壁才拢拢，咱就是互即个碗害死。即个碗啥物呢？啥物就是因为我
我感觉对我无好，我感觉这毋是安尼，五级。所以咱就是用五级来讲生死论，所以叫做烦恼债。搁有一个叫做吼菩萨叫做法宗，法宗叫知所障，叫做。我不敢讲的哦。说地。知所障的叫做法执啊，法执嘛是实忝的，法执无扫除吼，即条条。明知影修道足好，但是我毋是；明知影就是爱安尼做，我命运来改，但是我毋做。明知影这袂使做落，通哪要甲做了？哦，有诶法执诶。哦，五执烦恼中，其实讲真。咱若豆豆甲思考伫咱的八识当中，平日咱伫咱的家庭、伫咱的磁场、伫咱啥物所在，咱互咱摕出来应用。咱互咱摕出来应用，那安尼咱就是安怎？火无风吹云晒，就是甲咱的心中的无明扫除，即个烦恼中扫除，即个自作障扫除，就变成啥？上下俱明，万象皆现。咱着看较清清楚楚，若看较清清楚楚，咱敢袂可以做业？咱袂啊！知影讲这做落后壁后果是啥物啊？咱兄弟姊妹就是毋知影后壁后果会安怎，所以较值做。佛菩萨行因，众生行果。哦，咱拢行果行因做落较讲哦，所以呢叫做毋行因，佛菩萨毋行因。因为你今仔种迄个因，后摆就是了。思量往事你做落，你后摆你一定爱接受去落啊吼。所以才甲咱讲，咱是安怎互无法度呢吼？迄个乌云撞鬼就是即个贪嗔痴者甲咱拔掉的，咱的自性才无法度光明嘛吼，无智慧嘛，无法度流露出啥清净慈悲平等的心呐。咱所流露出来是分别对贪，甲着不善的心呐。后面吼，我先讲啦，后面吼遐佫会甲咱解说，会佫讲吼。所流露出来，因为咱互则看掉了后，咱开始所流露出来是分别对待不善的心。拄啊，互我讲啊，《金刚经》内底写，我上人上众生上是正俗，因为就是我的关系，有我的安怎。吼，迄个我你若甲摕掉，后壁遐拢，人上就是有你我的对待嘛，叫做人上。众生上就是分别嘛，所以你看伊才会啊，所以伊是用一个因事无共款。众生上就是分别，分别好甲歹。受者上就是执着，五执是执着。讲的件事无共款，其实拢讲到咱实心。所以咱要如何甲咱无好的物件豆豆去除掉，豆豆删除掉，安尼咱的命运才会愈来愈好哦。咱咧修也是安尼哦。咱今仔日遮尔有遮尔大福报，经济组织佛缘，遮尔大福报来求道。如果咱若无修哦，真正袂了心性，赶紧去豆豆去调咧。咱无修到以后，等人家讲出来天哦，达到究竟哦。实在足无彩啦，实在足无彩呢。天道甲殊胜，天道才好，结果呢，咱家学敢呢，敢若亲像无啥物，有嘛好，无嘛好，敢若亲像变安尼，足无彩尤其是咱若愈学，咱会愈好看，哇，这真正对咱来讲真正有够好的，迄种对调你家己对调心性啊，拄仔遐就是，这物件拢是。这物件是拢家己的物件，毋是外人的物件。看咱通啥，看咱执着啥，看咱啥物货，你家己去去除。所以就是像遮讲，风吹云散，风吹云散就是讲，遇着善知识，甲咱的开启遮个法母，互咱会当的规心中去豆豆去明啊，所以讲上下俱明啊，你着看较清楚呀吼。善知识，智如力，慧如月，智慧上明，有外入境。
比自念夫文不改自性，这条言讲，若万善知识文真正法，自图迷惘，为外面撇。于自性中办法改变，天时之人又复如是啦，应复如是。此名叫做清净的法身佛，吼。就是讲呢，智慧就咱亲像天顶的太阳、月亮共款啊。天顶的太阳、月亮，伊拢永远拢是遐尔啊光明的啦。咱看着讲，今仔乌云海天今仔哪，其实对迄个讲太阳来讲吼，无影响。所以有时阵讲乌阴天，如果你出去哦，你嘛感觉哈哈，是安怎？因个强光嘛是共款，照常咧光，照常咧光诶。是咱感觉讲吼，去互迄乌云早的尔，所以咱感觉讲吼，哇哪会较就无光明？所以甲伊讲吼，迄永远就是光明的。咱的智慧吼，本来嘛是永远附着的。哦，咱的智慧嘛是永远附着的咯，永远光明的哦。但是因为咱的内心有啥物烦恼，各位真诶，咱有烦恼无？吼，咱都有烦恼嘛吼。所以呢，就是烦恼来了，一个烦恼呢，咱甲你讲哦，圣人讲，烦恼即菩提哦，爱甲烦恼转为啥？转为菩提。烦恼即菩提爱转为自性。那烦恼去互烦恼拢空的，就是去互乌云空的吼。所以呢，甲因讲呢，咱就是因为呢，咱众生内心就是有烦恼，所以呢，咱看到外口的景，就去互外口的景得着啦，袂。就是像太阳叫乌云早咧共款，吼，咱要安怎？吼，咱咧光明的佛性叫乌云早咧啊，乌云早咧就是我咱内在拄啊，互我写，就是有贪嗔痴爱，吼，甲万疑恶结覆盖着咱的本性，所以咱无法度，无迄个能力甲伊割开，咱已经看着，无迄个能力甲伊割开啊，吼，咱如果若家己有能力割开吼。哦，那安尼都还好，但是咱已经无能力啊，所以伊甲伊讲，就爱呢吼去啥，悟着呢善知识，吼去悟着善知识呢吼文真正法，把咱的迄个光明的佛性搁找倒来，就是讲呢，咱透过着善知识呢，咧讲真理，法就亲像法药嘛，法就是会当治人的心。咱人若破病是爱食药，咱的心破病要安怎？咱的心破病爱上发药呢？发药呢，法呢，法会当治咱人的心呢。所以讲爱闻真正法。你闻着即个正法，毋是骗法咯，毋是骗去爱邪法咯，是正法，就是讲即条的真理，即条的正法，自度迷惘，就是讲你家己着法度甲扫除了后。你着足清楚的，内外明撇，就是讲你内在呢足清楚的，你外口你都就是咧表示讲你已经智慧起来，智慧若你起来的时阵，你着看甲足清楚的，吼。所以讲呢，把咱的光明的自性呢，重新找倒转来，重新搁找倒转来吼，自性中呢。该现啊，吼，现成之人亦叫如是名，清净的法身佛啦。下搁剩5分钟，我就讲到遮就可以啦，一定要讲。吼，因为互较嘛学习啦，伊即个学习吼，搁剩5分啦。因为咱的自性吼，咱每一个人的自性拢是光明的，智慧嘛是拢附着。但是是安怎，咱会看着讲，毋过有诶咱上有智慧，有诶咱是上无智慧，智慧咱上。有差呢，吼，迄是因为看不到。只要伊若甲伊的迄个无明呢扫除的话，吼，伊迄个自性共款拢是光明的，吼，所以叫做讲吼，清净的法身佛。咱如果咱各位真贤，咱常常一直读六字坛经来共修，而且听即个佛理，对咱的心性是非常的吼有帮助的，吼。六字吼，你看伊是一个吼毋捌字的，但是当伊的前身就是啥？地藏菩萨。咱各位真贤，咱感觉咱前身是啥物啦？我拢常常讲吼，迄个《弥勒经》来讲，满天星斗倒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搁5分钟的时间，互我来分享吼，咱来
求道吼，看咱求道偌殊胜。顶一张吼，咱你着讲吼，老板来去咱遐啦吼，啊伊就咧分享因泰国